其实是相对应现在我们所处的这样子2020年整体的一个环境，全世界所面临的这些挑战。但是因为我们在台南的这样环境里面，其实台南有非常好的生活的底蕴，所以基本上明日如常。其实我们想要带出的是让大家能够认识台南生活的一个美好。那我们的客人他也可以直接在饭店就可以欣赏到蓝晒图这些很棒的店家的艺术品，不要单纯只是一个单点的活动的配合。所以呢，我们就在大厅找出了一个适合的空间、的场域，他们就可以有他们的设计团队，然后在这个我们空间里面去做一些装置艺术。我们有一个艺品墙，那个艺品墙其实是店面，但是它是整面墙都是设计师的作品，所以我们就把它融入进去。因为椅子就是一个很如常的一个家具，家具它是一个室内设计的灵魂。我原来在基本上就是台南人对于好客精神的一种展现。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你知道台南已经连续3年举办设计周了吗？今年2020台南设计周以“明日如常 The Future Is Now” 为主题，12月12到12月20将于台南10个不同的展区举办主题展、讲座及市集活动等等，创造让设计师彼此分享的机会。今年一大亮点是在爱国妇人馆所举行的“有闲来做家具设计主题展”，以台南人日常的一句问候道出台南意象，扣合日常与艺术的概念进行家具的设计，而且都是在地的台南设计师哦，绝对值得一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叶泽山。设计跟城市的关联是非常重要的，透过设计可以让城市更加的美好。台南的设计周今年已经迈入了第3年。那今年的主题是“明日如常”，如常其实是一种常态，但是在2020年的一个全球性疫情，如常变成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礼物。透过这一个主题，也希望说让大家感觉到生活在台湾这一块土地是非常幸福的。那这一次总共在10个场域来展出。那我们的主场地是我们的蓝晒图文化园区，还有9个所谓的卫星的展场，比往年都更加的扩大，包括有5家的旅馆，让大家来台南旅游的时候也感受到台南设计的风格。我们今年特别跟室内装修设计工会来合作，展览叫做“五营来接”。在我们的爱国妇人会馆来举行。那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刚完成的西竹尾之丘，是在台南一中，也是用所谓的老屋闲置空间再利用活化的一个创意空间。我们的市集也是非常非常具有特色的市集，所以整个台南设计周今年的活动从12月12号一直到12月20号，欢迎爱好设计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仔日开始启动秋冬防疫专案，市长黄伟哲上午特别率队前往台南火车站大厅，向民众甲外籍移工宣导8大类场所应该挂喙罨，请民众一定要配合。今天是秋冬防疫专案的第1天，那因为 COVID-19 的疫情在秋冬时间又比较有一个爆发的现象，那所以要呼吁所有的好朋友。大家进出公共场合，包括车站大厅或是候车的地方，也希望能够戴好口罩。台南市长黄伟哲手提着大声公，伫台南火车头内底向过路民众宣导挂喙罨、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避免民众因为无洗礼成为防疫破口。你看，我们台南市的市民算是很好的也在这一波的上一波的那个疫情中哦，好像我们台南是没有特别比较那个特殊的案例呀、我们就是老老实实这样做。好可怕，没有戴过就会生病了的。如果没电一定有戴口罩，就坐在哪里。其实不管国人也好，不管这个这个进来台湾的外籍
旅客也好，坦白讲还是要诚实申报会比较好，因为这个造成了疫情的破口缺口，坦白讲会变成全民公敌，我相信国人都不会原谅，所以我希望说大家还是要做好。那所以我刚刚提到了，我会去到许多移工聚集的场合，来加强做宣导，希望说大家，因为台湾现在已经变成全台湾防疫全世界防疫的模范生了，就像连越南经过89天，89天没有疫情之后呢，它又产生本土病例了。那台湾已经是210天以上没有本土病例了，所以说我们要珍惜这个成果，那千万不能有一丝破口。11月1日起实施的秋冬防疫专案，政府采取3大防疫措施，保障市民的健康，制定边境检疫、社区防疫以及医疗应变等。市府希望大家共同来配合，做伙来对抗疫情。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政府启动秋冬防疫专案，不过议员蔡玉辉却接到消息，讲有防疫旅馆违法扩大营业，收留超过规定的检疫旅客，甚至予一般不是居家检疫的旅客带入去。议会国民党团也共同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一定要严格稽查把关。议员蔡辉因为接到民众တင်前讲无景气时阵做防疫旅馆真好赚，所以防疫旅馆家己增加无经过申请的合法房间来作为防疫宿舍，所以上午号召国民党籍议员共同来发声。根据了解，那以卫生局锁定带一天是2000块的费用，一天违法超收30个，一个月就加赚180万。重点是，一旦旅馆若无经过检疫的旅客带入来，无甲观光客区别，反而将成为防疫破口。对此，市府表示，一定会遵照 SOP 的标准流程，一旦发现违法，就是限期改善，取消资格。因为我所在有媒体社生意做歹，伊愿意合法的业者，伊愿意来承做这些这个外劳的工工会，就是居家检疫这个工会。那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知道又让防疫破口能够安尼继续放任？后收大的后收防疫的，当一间内底南做伙，我要请教咱卫生局，恁知无？咱管理局知无？劳工局知无？恁说明一下。外籍移工进来时候住防疫旅馆的时候，他就让他们来住，事实上他并不合格，并没有合法申请通过嘛。所以让外籍移工会不会就认知上，而且不管是2000还是1000多，认为这个就叫做防疫旅馆，造成疫情的破口。住了12间，其他的34间在向劳工局申请移工的居家检疫还没有核准。有没有收费？昨天查是有。所以有歧视，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11月30号，昨天。所以昨天才知道，之前你们绝不知情，是不是？之前有超收的，其实管理局也都有给他们在我们的这个管理局做说明。合法核准的这个房间只有18间，其他的它是不能够拿到任何补助的。所以其实我们到现在，我们扣下的这个费用如果以这一个饭店来讲，已经扣了将近134万。134万的一个费用，这个是目前已经执行到现在有的状况。如果是外事的部分，外籍的人士，他会有警察单位会给我们资料，我们会去核对，会去勾稽，是不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居家检疫的一个需要，然后再到我们这边来去核对他的房间数对不对？那一些合法的房间数，我们才会给予他这样的一个补助。但是在2月1号开始，政府已经建立秋冬防疫专案，表示防疫规定愈来愈严格，所以如何加强防疫旅馆的稽查，了解可能出现的防疫破口，甚至检疫的责任。议会国民党团要求市府一定要严格把关。台南新闻君及林根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上午进行第3读会，不过在审议各项提案当中，有出现第一任的议员因为唔知影进前已经有议员提案，所以佮重复提案，敢会变成挂住我尾讨功劳的争议。加上这个议员的提案加足多，市府安怎执行嘛成为焦点。
议会定期会上午审议各项提案当中，因为出现有第一届议员所提案，其实进前已经有议员提议，加由市府进行，其他是立管当中，更需要撤销。除了引发到底新人该当提旧案，甚至是挂吊啊尾特功劳的争议。对此，议员王家珍就强调，这届议员提案明显加足侪，参像的比赛同款。不过重点是市府到预算到财调处理。提不提案是我们的权利，然而重点在于说，是否你们是什么样的态度，有没有认真的就我们提案做一个考量，做一个回应。说白一点，很多我们在审的时候，什么造辅查办啊，什么造案通过啊，到最后都束之高阁。所以我个人也觉得不需要去限制本会同仁提案的权利，可是呢，是否要很慎重的就我们的提案做该有的回应？有些时候不好意思，大家也不需要提案比赛嘛，对不对？是觉得确有必要性，我也相信本会同仁的智慧。大家不是拼命的写第一个案到第20个案都是我提的，提了以后你们做不到，到时候还是一样。对选民来讲的话，你就是没有做到，是骂政府还是骂自己？其实每个议员的提案我们都是非常尊重。你看这个会期，光是公务委员会就提了200案，光是保安委员会有提了60几案。其实我们都会，即便就是有不同的委员会分属说不同的局处，我们都会很慎重的去考量，可以做的、能够做的、来得及做的，我们都愿意把它纳入一个参考。议员面对选举压力甲选民的拜托，总是需要提案建设做好乡亲。不过嘛，受这议员都是口头拜托争取经费，并无立管，讲就是无咧做代志，安尼嘛无公平。加上议员面对有议会观察联盟甲媒体监督，一旦比较国会立委提案济少，会成为一种优质民代标准看来。不管对这届开始，议员的提案会被讲成比赛同款。但系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国民党籍议员林美燕一拄着新的年度，拢会制作桌顶蜡日来烧送。不过，这回伫个第一页却出现中国的年号，内面阁有中国的菜名，让议员非常的受气，紧急做出澄清，并且要求厂商全部回收销毁。这3000本2021年桌顶蜡日，拢是议员林美燕向厂商定做，准备要发给选民甲亲朋好友。结果拍开第一页，竟然出现中国年号4字，包括内底面也小改中国菜名甲英文单字。议员气甲紧急召开记者会澄清，咱是中华民国台湾，毋是中国，伊绝对无用阮有这款的错误，要求厂商全面回收废掉，毋通留伫市面。对照表上面既然有陈述叫做什么中国年号，中国年号，我们哪是什么中国啊？我们中华民国。所以那时候我半夜就一直在找我们老板了，真的，我开始10点多11点一直抠。我找老板说，为什么我们是中国年号？你为什么把上面我们所陈述出来是中国年号呢？我们是中华民国，我们是台湾，怎么有中国年号呢？这4个字真的让人家看起来就很生气。所以那时候我就赶快打电话给老板，结果老板隔天一大早看到了，6点多就给我回电了。他以为说我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跟他讲说3000本的那个桌历上面竟然有中国年号。他说真的，他说好像都这么印的。我说不管别人怎么样，但是我中国年号我就是不能接受，我就不能接受。所以马上跟胡子讲，这些的所有的桌历都不可以往外去送，都一定要，而且在40-50本的有好朋友拿走的这些人尽我们想办法去把它回收回来。议员强调，原本是件好事，却因为中国年号，互伊无法接受烦恼的误导民众。对此，厂商嘛公开道歉，表示是针对议员个人，会无条件来回收。这个助理因为工厂在编排的时阵可能校对无清楚啦，无可能放迄个中国年啦，因为咱拢一定放年岁对照表啦，所以这届做唔对真歹势。对议员造成困扰安尼
因为这做毋是针对你啦，因为这一届做几落10万本的啊，这袂专省的啊，所以既然唔对啊，所以我就无条件的给你回收。当然，这造成我们很大困扰。销毁啦。根据了解，其实该厂商今年都类似的特定拿力，包括台北高等法院、关税局拢有落订单，不过目前并无接到反应。台南新闻军志林光采访报道。台南市会这届会期将伫12月2号结束，议会观察人员嘛准备为12月3号开始进行评鉴。观察人员甲成功大学学生代表会也公开说明评鉴的方式，而且这届将会新增加质询品质的评鉴。台南市议会观察人员每一届的定期会拢会针对议员的质询甲表现做出评分，同时将这资料公布出来，让市民了解。目的就是希望民意代表会使更加认真来担任代议士这工作。日前观察人员甲成功大学学生会等单位也特别举办公开说明会，针对第4届定期会评分方式来做说明。这届也特别加入了质询品质的评鉴，希望议员除了出席发言，也要重视质询的内容。我相信这是第2届的说明会，阮其实顶一个会期有哪有开说明会啊？但是我想，因为第一次评鉴大部分的人不太 care 这个，不太 care 评鉴所以就是来的人比较没有那么多。那因为上一次已经有一次评鉴经验，这次是第2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是讲议员啊、各政党啊，拢会对这个评鉴开始有较关心了，对，较关心。嘛，这届嘛，因为顶一届评鉴结果了嘛，有更较多的民间团体和迄个市民主动来参与这个评鉴的工作所以今仔日就来足多地方的这个 NGO 啦甚至各个政党的办公室的代表，甚至很多。议员助理还有议员本身自己到场来，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说明会，更清楚的把我们的评鉴方法，这个流程，让议员会当更较清楚阮的规个这个评鉴办法呢。同时，这届评鉴的方法另外一个改变，就是增加了青年、劳工、环境关怀等议题的加分项目。这个改变是希望议员会使多关心相对较无啥的社会议题，为民众来发声。评鉴的结果也有计伫12月底来公布。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市府举办野城业者自主卫生管理认证颁奖典礼，总共有10间业者通过认证。这业者依照规定，落实放映场所的卫生维护工作，让民众会当安心出门看电影。电影放映业自主卫生管理认证活动，由卫生局稽查人员以及外评委员以2阶段方式进行评选，内容包含从业人员个人卫生、营业场所甲便所清洁维护、白面网防治甲自主卫生管理等。伫台南总计有10间业者通过认证，市府特别表扬并颁发奖牌，希望业者会当保持良好的卫生，持续为民众提供安全健康的消费观影品质。感谢各位业者的一个努力，能够把这个政策做好。那我们台湾是有订到这个 COVID-19 的疫苗，但是要等到运到台湾，不知道是明年的什么时候，所以说我们还是必须要自己要先做好这个部分。尤其最近有一座非常卖座的国片叫做《孤味》，那是描写很多场景是在台南。那我们防疫也是有一个孤味，就是口罩跟社交距离跟这个勤洗手，把这个孤味顾好，这个防疫就没烦恼。所以谢谢各位，也期待在我们疫情守得住的情况下，大家都能
还是都能够进电影院来观赏影片。大家想想看，这个有时候人家说我在家里看录影带，不，现在没有录影带，我在家里看这个上网去看用手机看，或者在家里用电视看，其实那都跟现场临场到电影院看差太多了。所以说，你看孤味在短短时间内就能破亿，为什么？因为大家还是要进电影院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们把防疫工作做得好，正常生活就可以持续。这次得奖的10间业者当中，分别有8间得到优级，2间良级。得奖的业者拢真欢喜，会当为顾客提供良好又安全的观影环境。台南市政府颁发给我们微秀影城有这样的一个荣幸，然后也希望就是我们业者这边可以好好的就是帮各位国民同仁，然后好好的防疫，然后做到最好这样子。在台南，不论是现代新潮影城，也或是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老戏院，拢属于台南市营业卫生管理自治条例的范围。业者敢有落实放映场所卫生维护工作，这也是消费者选择戏院的重要指标之一。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真侪学校拢会设置主动教室，提供身心障碍学生减轻生理甲心理的障碍。教育部今年第1届补助各县市改善主动教室的设施甲设备。台南市依着身心障碍学生数超过25人的学校为优先，有19间学校申请，总共得到280万的补助，预计有700位学生受惠。主动教室是为了帮助身心障碍学生改善因生理甲心理的障碍，伫教室当中会由着老师或者是治疗师，甲学生运用各种的器材来做训练。今年教育部也首度补助学校改善主动教室相关的设备，台南市有19间学校申请，总共得到280万的经费补助。上紧会使伫年底改善完成，预计有700名学生受惠。我们台南市教育局非常重视我们特教生的权益，尤其是我们黄伟哲市长对于我们特教生的权益的部分，非常要求教育局要全力的协助。那我们在今年教育部特别第一次有针对支动教室的部分来做补助，那我们有19个学校获得这个补助款，那一共有280万元。那我们优先让学校，如果你有25个以上的学生，特教生的部分来做申请。那基本上什么是支动教室？就是一般孩子来讲，他的平衡感、他的感觉统合、手脚协调可能都很容易。可是对于特教生来讲，这是必须要经过很多的训练的。那我们一般我们的老师可能会有一些辅具来帮忙我们的学生。那有自动教室更好，它可以用攀岩的设备或简单的平衡木，或者一些我们的秋千等等的一个辅具，来实质帮忙我们的孩子。那未来我们会结合5G 的一个应用，用数位的一个设备，然后让我们的孩子更能够在学习中感到乐趣，然后让他们的感觉统合的能力更好。教育局表示，希望透过充实自动教室，协助学校精细多元的设备来融入课程，让学习变得更加趣味，同时也提升教室空间设施的安全防护，让身心障碍学生会使伫安全的环境来进行相关的训练。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